继续来到屏东，有一间这个全台湾上大场的有机玫瑰花农场。今年的情人节，业者特别来推出着情人玫瑰花大餐。每个人夹一片花瓣，然后夹肉。一喙玫瑰花瓣，一喙肉，两项融合做伙，伫嘴内有种真特别的滋味。特别的风味啊！大蕊玫瑰包伫汉堡内面，冰沙的色水非常水，还佫有碰饼、卷饼有玫瑰花的装饰，互你唔甘食。一喙了后，滋味是真难忘。花就是看，然后呢要吃，还能够入菜，然后入饮料，真是非常就是觉得不可思议。屏东大花农场是全台上大有机玫瑰农场，游客来吃，不但当吃美食，也佫有。然后要把它带回家。对，这朵真的太漂亮，把它带回家。鲜艳佮大蕊的红玫瑰，随手挽落来，也佫会使放入咧嘴内食，迄才是炸弹的，互游客讲，这种体验真特别。天哪，每一朵都是花网，真的。你们，我觉得依照身材来挑。这边的玫瑰品种呢，香气跟别人比较特别，我们带着有浓浓的荔枝香。前日这不妨来屏东这农场，互你互这满满的玫瑰花包围起来，来到家己，这叫啊色白色果水的洋桔梗，伫情人节的景色介绍嘛拢起，就是因为伊的花语是无变的爱，嘛加做团情表达的热门礼物之一。